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5月25號嘅粵語新聞節目，我係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講今日嘅新聞提要：台灣嘅國際紀錄片影展加入香港單元，並以李大維成為開幕片。另外，港台嘅時政節目談及國安法等言論被刪走。有流亡港人喺華盛頓成立組織，為流亡者提供住屋、生活等支援。中國嘅病毒專家再推新冠病毒起源理論，否認嚟自武漢實驗室。遼寧阜新市政府門口發生電單車爆炸，民間爭議1死5傷唔係普通意外。詳細嘅新聞內容，有15年紀錄片策展經驗嘅林木才喺今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加入香港單元，並以李大維成為開幕片。佢深信冇自由嘅狀態下，紀錄片如同一個檔案，終有一日會被解讀同公開。聽下文海欣喺台北報道。原定喺2020年舉辦嘅第12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喺疫情延期下，終於喺今年5月圓滿結束。影展以李大維成為開幕片，令到港人關注，並推出競香港 China 獨立紀錄片單元，共有8套關於香港抗爭運動等紀錄片。策展人林木才接受本台專訪時話，特登做香港部分係覺得有責任呈現事件。紀錄片嘅功能係提醒我哋唔好忘記，並要反思未來。佢話中港台本身就有好複雜同埋曖昧嘅政治關係，台港共同經歷過好多事情，例如天安門事件、太陽花學運同埋台灣80年代戒嚴嘅抗爭運動等，唔少香港人亦都知道，所以彼此嘅經驗能夠互相互補。林木才認為李大維城同埋佔領立法會係近2年喺華語區好有時代意義同埋代表性嘅作品，當中呈現抗爭者嘅恐懼，反映香港人呢2年嘅不安。台灣觀眾冇太多機會見到抗爭者嘅矛盾同埋掙扎，兩部片都能夠帶嚟好多嘅啟發。那我們比較少從內部的觀點來看整個運動，通常都是借由媒體或者比較中立客觀的角度在看這些報道，所以這2部片很深刻地記錄了抗爭者在面臨他自己要承擔的風險跟未來，那他們內心的感受是什麼？譬如說你在抗爭運動要留下來，可能要面臨更嚴重的國家暴力，可是如果你選擇離開，你就等於好像拋棄了你的夥伴，可是你也不知道未來這個國家會不會再找你算賬。睇過無數紀錄片嘅佢，認為李大維城同埋佔領立法會好好咁樣記錄咗點樣成為一個抗爭者。我覺得從2014到現在，這個5-6年的時間，是一個很值得觀察的時刻。我覺得很深刻地記錄了你如何成為一個抗爭者，然後抗爭者的心情是什麼。這些角度其實在歐美其他的影片也是比較少看到的，因為他們基本上是遵循着原來抗爭的傳統，他們知道他們要去 fight 才會拿到自己的權利，可是在香港來說，他沒有潛力可循。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不過就係入圍奧斯卡，香港就停奧斯卡轉播。佔領立法會同埋李大維城，舊年年尾就入選台北金馬影展，同埋獲得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最佳剪接獎。但係高先電影院放映李大維城時就被施壓，問到認為香港影業尚餘幾多創作空間，林木才沉默咗好耐先至話唔知道。佢認為李大維城同埋佔領立法會極具時代意義，但係喺自由世界越被肯定，返到本土就冇辦法公開放映。呢一個或者係抗爭紀錄片嘅矛盾，有一啲諷刺。佢預計香港將來仍然會有紀錄片，甚至越嚟越多，但係行事會有改變，唔會咁直接。林木才喺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管理研究所畢業，15年嚟由評論紀錄片到策展，佢笑住咁樣話：寫字好難養活自己，
令到佢不得不向多方面摸索。對比兩者，佢認為原意亦都係推廣好嘅作品，呈現俾大家，同大家溝通。雖然形式唔同，但林木材對紀錄片嘅熱愛非常堅定。佢記得第一部睇嘅紀錄片係由吳月峰導演1990年拍嘅《月亮的小孩》。呢一部拍攝白髮症者被歧視嘅紀錄片令到佢非常感觸，冇經歷過嘅人亦都可以透過呢一套片去感受。我們看待人的方式好像應該要被改變，不應該別人跟我不一樣，我就不懂得如何尊重他。那時候看的時候感觸很深，我當時很年輕嘛，就讓我開始思考這個世界，這樣啊。可是我以前不太會去管這麼多，那就覺得說紀錄片有這個力量，可以去啟發你，或者說讓你好好的想一想很多事情，是比較深刻的。佢深信紀錄片嘅存在係喺冇自由嘅狀態下，佢就好似一個檔案，有一日會被解讀同埋公開。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文海欣台北報道。有流亡美國嘅港人喺612反送中運動2週年嚟臨之際，喺華盛頓設立安全屋，為流亡者提供住宿等支援。前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同另外4名流亡者，並創辦名為 Hong Kong Liberation Coalition 嘅社團，希望透過以流亡者嘅經歷，向外國政府同議會游說，制裁過去2年間香港出現警暴嘅相關人士，繼續為香港爭取自由民主。聽下胡海文報道。梁頌恆星期二向本台表示，該組織並冇任何黨派，性質非牟利，旨在為流亡港人提供支援，例如係住屋、生活費等等。又會同其他在地組織合作，提供英語課程、升學指南等等嘅協助。4個流亡手續就2個原本已經同我一齊住緊㗎啦，即係已經喺HLC 我哋叫 Safe House 裏邊住緊㗎啦。咁有2個亦都會喺今日就會係加入我哋，亦都會喺 DC 呢一個附近嘅一度住咁樣。其實美國呢度啦，流亡嘅手續未必太多嘅，而家我哋掌握嘅數字係少過15個，咁但係我估計未來可能會增加啦。咁我亦都希望盡量可以能夠幫到手。梁頌恆喺佢嘅念書話，比起英國、台灣、加拿大，香港人流亡嚟美國都係比較冷門，原因係頭一段時間唔能夠工作，之前有鮮有案例，所以大家都唔知道流亡美國會唔會成功。佢又指之後有一批手足過咗嚟美國，有一啲係攞住 BNO 㗎。佢又對本台表示，希望將流亡者同各國決策者連結起嚟，透過流亡者嘅經歷進行國際遊說，等佢哋繼續為香港嘅民主自由作出貢獻。其實對外國嘅一啲政府或者外國嘅一啲國會嘅議員，佢哋嚟講呢一啲第一身嘅故事，先係佢哋最想知道嘅事。佢哋想知道香港而家嘅實際嘅人權狀況到底係點樣，或者係喺成個抗爭運動裏邊，究竟中共係做咗啲咩嘅打壓。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係做一個橋梁咁嘅角色啦。至於運作嘅資金，梁頌恆話初期會以網上募捐籌集，又已經同一啲法人團體、宗教組織建立關係，有信心將來能夠獲得更多嘅財務上嘅支持。本台又發現，該批港人流亡者喺華府仲成立咗網站，列出反送中2週年嚟要為警暴負責嘅相關港警高層，包括相片同埋個人資料。喺6月12號2週年當日，呢一批流亡人士將會喺華府集會，並且希望聯同世界各地嘅港人，向世人彰顯港人追求自由嘅決心。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胡海文報道。香港電台上週5播出時政節目《議事論事》，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談及美國商會最近嘅調查，指商界憂慮港區國安法撤走嘅部分，遭到港台高層以唔中立刪走。田北俊回覆本台指，唔樂見內容遭到刪走。學者袁利昌指，田北俊陳述事實，言論亦都遭到刪走，反映批評國安法係港台嘅紅線。聽下陳俊豪報道。田北俊同埋前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喺最近一集議事論事環節正時溫度計擔任嘉賓主持，同場嘉賓有建制派批發及零售嘅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以及主持陳月慧。
討論公務員接種疫苗嘅問題。田北俊參與討論期間，提及美國商會今年5月嘅調查，話商界憂慮港區國安法。受訪嘅在港美國會員當中，超過40%計劃離開香港。田北俊又談及47名民主派初選案嘅被告，保釋一度全部被拒。港台高層於是刪走田北俊嘅言論。田北俊透過發言人回覆本台話，港台刪走佢談及美國商會調查，在港美國人憂慮國安法嘅部分，正如蘋果日報所引述嘅消息，係完全屬實。港台高層決定刪走嗰部分嘅言論，並冇知會佢。田北俊表示，作為嘉賓主持或者受訪者，並唔樂見節目中言論或者內容遭到刪削。田北俊喺前廣播處長梁家榮執掌港台期間，亦都多次出席議事論事、正史溫度計嘅節目，曾經同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余若薇討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因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到深圳出席經濟特區建立40週年慶祝大會，押後宣讀施政報告。消息話，梁家榮出掌港台期間，田北俊出席港台節目發表言論，高層都未試過抽走。港台工會批評高層編委會係有權用盡，多次無視同事意見同埋編輯決定，踐踏團隊嘅專業製作。而家更加要將議事論事外判，好似要全面操控節目嘅生殺大權，進一步收窄公眾接受資訊嘅範圍，令人憂慮，已經再冇議事論事嘅空間。廣播處長李百全今年3月1號上任，國際關係學者袁彌昌亦都係受害者。袁彌昌3月中出席議事論事，討論北京整頓選舉制度，抱極大懷疑。嗰一集嘅議事論事就全集被抽走，改為播放卓越教室。袁彌昌認為田北俊已經係安全係數好高嘅建制派人物，但係一講到美國商會調查嘅事實陳述，亦都會被刪走，反映港台有絕對嘅紅線，唔能夠觸碰。美國商會呢樣嘢，你只係一個 factual 嘢嚟嘅，因為佢嗰佢有個 survey 啊嘛，咁所以佢啲會員就講咗呢個點出嚟啊嘛，咁但係所以你知佢而家個尺度唔係睇下你係真定係假，即係 factual 定係 non-factual 咯，佢覺得係咯，佢譬如你就話係咯，外資會撤走已經成件事係唔得嘅，咁所以就唔可以出街。已經而家田少其實俾人 cut 咗2句，即係我諗佢都做緊個 damage control 嘅，佢都知道成日都成集抽走係唔 work 嘅。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實質上又反映到內部個矛盾好犀利咯，即係有啲人係想，即係有內部自己之間都有兩邊唔同嘅睇法去鬥得好緊要咯。其實佢係唔想某啲嘢出街，或者某啲 views 出街咯，佢係唔想有啲睇法出街，呢個真係最重要。至於同一集議事論事嘅片尾，港台高層刪走支聯會6·4長跑嘅片段，袁彌昌認為港台官方同埋製作團隊不斷鬥法，互相爭奪言論嘅尺度。威權就一定係嘅啦，不過我諗中間嗰個位就係你公營部門、公營機構究竟要做啲乜嘢咯？其實一直都係好模糊嘅。其實從即係港台個管理層或者李百全啦，同下面嘅個矛盾好大嘅，所以大家好似喺度鬥緊法咁咯。咁所以啲嘢又唔係咁 clear，即係唔係咁 clear cut 嘅，有時啲嘢，即係大家都喺度試緊大家個底線啊，大家都喺度試緊唔同嘅手段啊，唔同嘅辦法，大家都喺度其實喺度角力緊啦，所以就係當然，梗係官方嗰邊就佔上風啦，呢個一定啦，呢個就。本台向港台查詢點解要刪走田北俊國安法嘅言論同埋6·4長跑嘅片段，香港電台機構傳訊及節目標準總監葉冠霖回覆就話，港台編輯委員會早前決定議事論事嘅內容需要關乎當前立法會事務，並喺播出之前需要先得到編輯委員會批准。港台會調查嗰一集議事論事嘅內容係咪涉嫌違反咗現行嘅編輯管理機制，刪走6·4長跑嘅片尾。港台認為製作團隊未有按現行編輯管理機制先徵詢編輯委員會嘅意見，議事論事節目將會由外聘嘅團隊負責製作。另外，港台其中一集仍然未播出嘅鏗鏘集談及保釣運動，其中就訪問咗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羅堪就，片段播出義勇軍進行曲嘅時候，羅堪就流淚。港台管理層將呢一幕送交律政司研究有冇抵觸國歌法。港台回應話，鏗鏘集送交律政司一事屬於港台內部嘅編輯事宜，不作個別評論。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陳俊豪報道。香港警方周二指，經深入調查同徵詢律政司嘅意見後，以涉嫌串謀詐騙拘捕一名50歲男警務人員同一名47歲嘅本地女子。據了解，被捕男警為沙田警區助理指揮官陳海港，佢近年活躍喺微博等社交媒體，係警隊 KOL 之一，網名為海港 Sir， 微博粉絲數目達到21萬。
聽下霍亮橋報道。調查顯示，兩個人前年向兩間本地銀行提供虛假文件同埋資料，以獲取按揭貸款。兩個人現正被扣留調查，男警將被停職。警方就話，初步調查顯示，案件牽涉該名人員嘅個人事務。喺星期一，海港 Sir 仍然喺微博發文，引述香港親北京媒體，話2019年喺尖沙咀警署外面被警察射中右眼嘅少女係屈警察，聲稱所有支持爆眼少女嘅都係傻嘅，話佢哋欠警察一個道歉，同時要全球通緝爆眼女。獨立媒體眾新聞報道，據接近該少女嘅消息確認，該少女的確已經離開香港，但係受傷嘅右眼視力並無恢復，只係靠整容塊面補救到。新冠肺炎期間，陳海港曾經以香港警察嘅名義向武漢市第一人民醫院捐贈520個口罩，字條上印有向堅守崗位嘅香港醫護人員致敬。不過佢因為喺未經許可之下，以警隊名義作出任何捐贈嘅行為而被訓斥。另外，佢喺舊年被蘋果日報揭發，懷疑違法售賣冇註冊嘅藥膏。不過陳海港其後就話自己唔係該公司嘅註冊股東，聲稱報道內容失實。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處長蔡展鵬早前亦都身陷色情按摩店嘅醜聞，現已被停職。自由亞洲電台霍亮橋報道。香港醫院管理局周二發表聲明，唔點名回應香港有傳媒發表評論文章，指醫管局喺爆眼少女傷勢一事包庇造假同刻意隱瞞個別病人嘅情況，醫管局並唔認同，亦都重申唔係事實。2019年8月11號嘅反修例運動期間，尖沙咀警署外，一名義務女急救員眼部右側受傷，血流披面，需要留院1個星期接受治療。反修例運動2週年嚟臨之際，香港《東方日報》周一頭版報導，指少女去年9月已經到咗台灣，並話少女冇爆眼，同雙眼炯炯有神。翌日，《星島日報》刊發評論文章，批評醫管局拒絕披露少女傷勢，涉嫌包庇造假。親建制嘅網媒亦都連載轉發相關嘅消息，質疑女急救員爆眼一事係造假。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接力追擊，表示執法機關亦都應該就呢件事調查，了解少女當時有冇牽涉暴力行為，又或者有冇參與非法集結。對於少女當時嘅傷勢，香港醫管局喺周二嘅聲明中唔點名駁斥有關嘅傳媒，只提及2019年一名眼部受傷病人嘅事件嘅評論文章。局方一直配合警方調查，已經依法向警方提供醫療記錄。醫管局對所有病人一視同仁，堅持尊重個人私隱同有關法例嘅要求。喺未得到病人同意，唔會向公眾或者係傳媒披露個別病人嘅具體臨床情況。究竟呢名義務女急救員眼部受傷，治療1個星期後出院，係命大定係涉嫌造假？記者留意到醫管局嘅用字係眼部受傷病人。有消息就指，香港警方現階段正追查佢有冇參與暴動，如果有證據就會發出通緝令。香港警方回覆傳媒查詢時指，唔評論個別媒體嘅報導。香港國安處醜聞同變種新病毒流入社區，為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嘅民調顯示，特首林鄭月娥同政府嘅民望僅低谷徘徊，冇明顯嘅變化。分析認為，國安法實施後，最差或者係更差嘅事已經發生，除非再有更極端嘅事件發生，否則影響唔大。唯可以肯定嘅係，香港正處於最惡劣嘅政治環境中，港府無法挽回市民嘅信心。聽下李志志報導。香港民研喺5月17號至21號以隨機抽樣電話訪問1004名香港市民，顯示特首林鄭月娥嘅評分係30.8分，有40%受訪者俾林鄭月娥0分，民望淨值係-50個百分點，同2個星期前分別不大。特區政府方面，滿意率淨值係-46%，信任淨值係-22%。而市民對於現時政治、
經濟同民生狀況嘅評價，滿意淨值就分別負40%至到44%，全部數字同上個月比較分別不大。最新民情指數係70.4，較2個星期前略為跌0.3點。過去2個星期發生唔少社會事件，引起本地同國際社會關注，包括國安處處長蔡展鵬涉嫌光顧無牌色情按摩院、多宗變種新冠病毒流入社區，同埋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資產被凍結等。對於今次民調結果未有太大變化嘅原因，黃大仙區議會主席許錦成認為，市民早已承受國安法同埋泛民大搜捕等帶嚟嘅嚴重衝擊，除非有更加極端嘅事件發生，否則唔會有太大反應。至於區議員宣誓同埋提供初選場地嘅區議員會被控違反國安法等傳聞，對於未來民情嘅影響，許錦成認為已經有40%人不滿香港政府，中間遊離嘅人數比較少，所以預料變化不大。喺我嘅感覺上呢，而家香港嘅政治氣氛咧，喺我咁多年我感覺上係最差嘅。咁而其中一個咧，就係我睇到咧，就係嗰個如果係講國安法咧，個紅線嘅不斷漂移，我哋唔掌握個紅線喺邊度。又估計咗當有一啲咁嘅情況出現，究竟個民情係點咧？除非嗰個係好極端咯，即係佢從佢期望預計，如果更加差嘅，而家好似又未去到差到咁樣，可能佢預咗係更加拉多啲人，又好似未拉到住咁樣。雖然係一定係負面嘅，因為減分，但係未去到即係咁低。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可能佢嗰個評分可能係唔會好大嘅，即係跌幅。香港民研副行政總裁鍾劍華分析話，香港政府嘅特首民望本身就處於最低谷。過去調查結果都係喺低位徘徊，但係佢指出，即使最近染疫人數同埋失業率減少，亦都未有令到香港政府嘅民望明顯上升，反映利好因素對挽救香港政府嘅聲望幫助不大。港府未能夠突破政治困局。佢又提及當日特首就區議員宣誓嘅言論，正反映港府不負責任嘅態度，社會亦都因為咁而承受惡果。而家咁搞法啦，你見到香港嘅困局咧冇終局，成個社會都係政府呢一種咁嘅施政態度同行為咧，付出好大嘅。我都唔想客氣啊，我覺得呢個政府應該譴責佢嘅。今朝林鄭月娥咁講法啦，其實好唔負責任嘅。作為特首，你點可以咁講啊？條例你落嘅，而家係捍衞憲啦。你話俾人聽，等你哋先自動自覺填晒職，我先決定 DQ 邊個，咁都得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相當之即係醜陋咯。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亦都話，港府施政困難皆因失信於民。最近打疫苗嘅數字低迷，可見一斑。形容市民對於港府嘅心態係冇期望就冇失望。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李志志報道。香港特首選舉將喺明年3月舉行。近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多次批評現屆政府施政，引嚟關注。周二特首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有記者問到梁振英近日撰文重提成立文化局，現屆政府點樣睇改組建議？林鄭回應指，香港任何時間都有好多人發表意見，特別係近年好多意見領袖 KOL， 所以我唔會逐個嚟評論。梁振英早前亦喺 Facebook 質疑港府回港易將整個廣東省列為中風險地區嘅做法，港府隨後即緊急收回安排。對此，林鄭叫記者問埋今日唔好再問。佢強調政府當晚已經馬上修正，今次決定屬於內部自我調整機制，並非受到壓力或者係某啲人嘅言論影響。林鄭又回應宣誓條例通過後嘅安排，佢強調區議員屬於公職人員，需要宣誓，但要待區議員辭職情況較穩定，先安排宣誓嘅程序。世界衛生大會透過視像會議討論新冠疫情前夕，有美國嘅媒體披露，喺中國宣布武漢爆發疫情嘅幾個月前，曾經有3名武漢病毒研究所人員秘密就醫，隨即令病毒嘅源頭懷疑從實驗室洩漏嘅爭議再度成為關注嘅焦點。聽下程文報道。美國華爾街日報星期二再披露，喺中國雲南有一啲廢棄銅礦，係地球上已知同新冠病毒最為相近病毒嘅秘密家園。該報星期日曾經引述美國情報聲稱，2019年11月，
武漢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員曾經身體不適入院求醫，或者同病毒從實驗室洩漏有關。中國媒體澎湃新聞星期一發文反駁，指武漢病毒研究所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麗團隊近日發表嘅新論文，進一步證明新冠病毒並非由實驗室洩漏。今年2月，德國知名物理學家維森丹格亦都曾經發表論文，透過跨學科嘅研究方法進行研究之後，認為病毒99%嚟自實驗室。法國時評人王龍蒙早前多次批評中國當局使用戰狼外交等系列方式，將責任推卸俾其他國家。佢接受本台採訪嘅時候表示，好多科學層面嘅質疑聲音從未間斷，而《華爾街日報》公開嘅中國內部情報再進一步成為真憑實據。為咗推搪責任，中國政府再派出石正麗為錯失辯護，邏輯可笑。石正麗作為科學家，已經成為中共政權的作惡和洗地的工具。他以前的論文炫耀研製病毒方面的成績，也為科學家尋找病毒起源留下了漏洞。石正麗在奉旨另類洗地辯解說，武漢病毒所雖然研究蝙蝠病毒，但這個病毒不能直接傳染人類，所以不是從武漢病毒所泄露的。王龍蒙亦都指出，疫情爆發之後中國嘅表現，國際社會有理由質疑病毒源頭嚟自中國。咁唔單止係一個科學層面嘅問題，而係尖端技術有可能成為專制國家危害世界嘅武器。這麼多年來，中共在生物醫療方面的研究甚至不惜突破倫理底線，國際社會必須看到這一點，提起對石正麗和中共領導人的調查，對病毒的來源、泄露的鏈條的調查。台灣政治學者李有潭亦都認為，石正麗只能夠用謊言為中共嚟背書，反而更加令國際社會加重懷疑中共喺疫情當中嘅作為，極有可能成為政權嘅坍塌點。有很多地方我們可以質疑，武漢泄露這個病毒，事實勝利要講真話就要變掉失的啦。他只要用更多的謊言去堵那個謊言。中共從開始到現在遮遮掩掩，隱瞞疫情、擴散疫情，最後還要以一抹霸、以一抹利。中共越掩蓋，真相被曝越多，未來大家追究下來，中共這個巨大的可能會不會崩毀於看不見的病毒？石正麗同武漢病毒研究所蝙蝠病毒感染組組長周鵬等人上星期5喺預印本網站 bioRxiv 提交論文，聲稱研究團隊喺雲南省發現嘅蝙蝠身上面鑑定出新嘅 SARS-CoV-2 相關病毒譜系，呢啲病毒採樣於2015年。論文聲稱呢啲病毒採樣嘅地點同研究團隊喺早前報告當中話來源於中谷頭腹，同 SARS-CoV-2 基因組一致性達96.2%嘅 RATG13係同一地點。之前有推測聲稱可能係實驗室當中嘅 RATG13 洩漏導致咗 SARS-CoV-2。論文強調現有嘅實驗證據並唔支持呢一個推測。中國嘅多個媒體同門戶網站大範圍轉發咗該新聞。2020年2月，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曾經披露，2012年春夏之交，6名工人喺雲南境內一處廢棄嘅銅礦當中工作嘅時候，先後出現高燒同咳嗽等症狀。後嚟佢哋被確診感染上一種未知嘅冠狀病毒。報道認為石正麗論文當中嘅冠狀病毒正係喺雲南提取嘅 RATG13，並且當時提出話該病毒係咪喺感染咗武漢病毒研究所嘅工作人員之後喺人群當中廣泛傳播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一回應《華爾街日報》報導嘅時候話，完全係不符合事實，並且指控美國不斷炒作實驗室洩漏問題，唔係關心溯源，而係轉移視線。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快將結束任期之前，美國國務院曾經公開情報話，2019年秋天
有幾名武漢病毒研究所人員出現同新冠病毒一致嘅病徵，而今次報道嘅內容對受影響實驗室人員嘅數目、病發嘅時間同曾經到醫院求醫等事實有更具體嘅細節。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道。台灣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延長全台3級警戒至6月14號。指揮中心認為，基於疫情冇急劇惡化嘅趨勢，目前唔打算上調防疫警戒。而新冠疫苗近日亦都陸續到貨，預算到8月底累計會有1000萬劑。但由於疫情未獲控制，加上內部嘅因素，總統蔡英文嘅民望創21個月嚟新低，民進黨嘅支持度亦都同步下滑。聽下鍾廣政喺台北報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衛福部長陳時中周二宣布，新增281例新冠肺炎本土個案，同2例境外移入個案，另外校正回歸本土個案261例，總計544例。其中確診個案中新增6例死亡，新增確診個案以雙北市佔最多，其中新北市154宗，台北市49宗。陳時中亦對民眾防疫態度唔積極，以及衛生署同人感染一度哽咽。那剛才講到失聯的人那也是警政協尋8大行業讓這樣的東西能夠穩住，也是警察。口罩也是警察在抓，不戴口罩也要警察抓。然後警察就這樣子在裡面，風險非常的高，連口罩都要警察抓。對，這應該自己要做好嘛。那8大還在開，還要偷偷的開，對不對？我覺得這都是加重我們整個社會的一個負擔嘛。那尤其現在警察同仁又染疫，那這些沒有好好做事情的，應該要檢討。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本土案例過去10日超過4000人，陳時中宣布疫情第3級警戒延長到6月14號，全台學校亦同時停課到6月中。疫情指揮中心話，近日約有41萬劑阿斯利康新冠疫苗運抵台灣，最快週4發放到各地，預料第2日就可以開始接種。喺病房工作嘅醫護人員優先。中心又指6月亦有近200萬劑疫苗交貨，到8月底累計會有1000萬劑疫苗。另外，台灣民意基金會公布最新民調顯示，受到疫情等因素影響，總統蔡英文聲望跌至 45.7%， 比上個月下降8個百分點，亦創21個月以嚟嘅新低。執政民進黨支持度亦大跌 10.1個百分點，下滑到 23.2， 只比國民黨多出2個百分點。至於行政院長蘇貞昌，滿意同不滿意受訪者都係 45%。民意顯示20歲以上嘅台灣人當中有53%認為今次爆發嘅新型肺炎疫情係人禍，可以避免；2%認為天災係不可以避免；1%認為既係天災亦係人禍。台灣5月發生全島停電，民調顯示有 62% 民眾不滿，其中更有30%受訪者表示強烈不滿。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龍話，民調顯示蔡英文第2任期1週年聲望大不如前，國家領導方式獲得支持同肯定，首次低於 50%， 呢個係一個新嘅變局，亦係一個嚴重嘅警訊。游盈龍分析，蔡英文支持度大幅下滑，同3個關鍵短期因素有關，包括5月份開始嘅新型肺炎疫情爆發，5月13同17號2次大停電，5月初民進黨有公職人員涉黑風波，而過去1個月兩岸或者台美關係冇足以影響島內政局嘅重大變數，因此內部因素成為影響總統民意支持度最重要嘅原因。民調係從5月17到20號1連4日舉行，訪問對象係全台20歲以上成年人，有效樣本1082人。自由亞洲電台鍾廣政台北報道。遼寧省阜新市政府門口發生電單車爆炸，造成1死5傷。喺短片中，肇事者推車向近距離嘅政府黑色轎車走去，隨即爆炸。官方僅稱一部電單車喺廣場東側行駛中爆炸。網民質疑官方閃爍其詞，有誤導民眾之嫌。聽下情文報道。事發喺本週一下午2點20分左右，喺阜新市政府大院門口，一名男子手推住2輪電動單車，突然走向從政府大院駛出嘅黑色轎車，喺
喺幾秒鐘內發生劇烈爆炸，現場濃煙形成半徑6米左右嘅蘑菇雲。其後官方發通報聲稱，阜新市中華路東段靠近人民廣場東側，一輛由東向西行駛當中嘅2輪機動車突然發生爆炸，造成駕駛者當場死亡。鄰近嘅2架小轎車受損，車內同附近其他人員有5人送醫，經醫院檢查為輕傷。爆炸原因由應急部門同公安部門仲喺度進一步調查當中。官方嘅通報內容引起網民質疑。遼寧前警察季先生話俾本台聽，短片顯示呢次係一宗爆炸案，應該是一種故意而為之的行為。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好像是故意的，報復社會那種可能性大。我知道那種炸藥上山開山來修路來。網民喺網上面質疑官方通報嘅內容。一位網民話：爆炸明明發生喺阜新市政府大門口，通報就講成係人民廣場東側。肇事者將車停喺市政府門口，突然衝向黑色私家車。官方就話，一架由東向西行駛當中嘅2輪機動車突然發生爆炸。網民話，電池爆炸之前通常會先冒出煙霧，但係呢次冇煙霧，而係突然爆炸，唔符合小型電池爆炸嘅特點。熟悉爆炸物嘅大陸作家呂先生話俾本台聽，呢段短片當中顯示嘅係炸藥爆炸。應該是炸藥爆炸的，這個爆炸哪有那麼大的威力啊？汽車都給炸死，炸壞了，人都炸死了4、5個。電瓶爆炸的威力很小的，也不可能炸死人的，旁邊的人就會沒事的。那明顯的是炸藥，明顯的是自殺式炸彈。本週二，阜新市政府門口仍然處於半封鎖狀態。爆炸留低嘅殘骸、炸碎嘅衣物碎片散落一地，損壞嘅多架私家車停喺原地，警察拉起封鎖線，唔准車輛通行。知情網友披露，騎手身上面綁住炸藥，喺阜新市政府門口嘅時候推住車，專登等嗰架黑車出門，到咗摩托車嘅跟前，先至引爆咗自製爆炸物，進行自殺式攻擊。不過官方冇公布調查結果。訪問黃女士認為，從短片嚟睇，當事人應該早有準備，懷疑事件係報復性事件。看清楚，應該是有預謀的，他應該是製造的炸彈放在那個車上邊，等到他那個黑色車出來以後，炸彈撞到那黑色車那邊的。你看他那個小車走到那門口減速了，就在那個旁邊的，等到那個黑色車出來以後，一下子炸的。遼寧前警察季先生話，如果中國司法公平，官員依靠證據辦案就唔會出問題，亦都唔會有咁多嘅報復性事件。自由亞洲電台程文報道。2019年，美國屬地塞班島7名中國工人入稟當地嘅法院，控告香港上市公司博華太平洋強迫勞動同人口販運。當地法院周一下令，涉事嘅公司需向華工賠償540萬美元。聽下胡海文報道。博華太平洋嘅公司主席為崔麗傑，翻查報道，佢出生東北，後嚟同個仔紀曉波移民澳門經營生意，發跡之後喺塞班島經營賭場。兩母子喺香港購入多個半山豪宅。紀曉波嘅女朋友係台灣女星吳佩慈。7個中國工人指控涉事公司令佢哋長期處於危險環境工作，受傷嘅時候未獲醫療處理，甚至被恐嚇遞解出境，要求博華太平洋作出合理嘅賠償。北馬里亞納群島美國地方法院首席法官曼諾納表示，其中一名事主 Tamming Wang 喺管工指導之下切割金屬，左腳被火花灼傷，但係管工就恐嚇佢唔准去醫院，否則就會被捕。之後佢只係得2卷紗布，事主嘅腳部之後出現疼痛、肌肉萎縮，回國之後唔能夠步行超過15分鐘，無法工作。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陳潤南、胡海文報道。更多嘅新聞同評論，請到本台粵語組嘅官網同社交媒體收聽收睇。自由亞洲電台呢一節嘅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多謝收聽，再見。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